食药署调查73间生菜业者，发现有4间无符合规定，其中这正有名合法项是以冷冻的方式来运送冷冻的商品，而且因的标示嘛有问题。卫生局计共罚38万，业者说明会时咧嘛讲会加强内部的查核。 天气真热，菜咸真适合开皮。不过最近食药署公布，针对73间菜咸的制作业者进行查核，计共4间无下规定，其中网络真情的合法行菜咸，风客查发现真侪项违规，台南市卫生局给罚38万。 本市一家泡菜业者查获冷冻产品以冷藏运送，以依食安法第8条处新台币24万元罚款。另外2款泡菜产品标示不符，另外1款则是标示字体小于0.2公分。3件共依食安法第22条及第28条处新台币14万元的罚款。特别重视一下细节。其实你能够重视细节的话呢，你这个食安很重视的话，你的产业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。 对此，业者也发出声明，强调所有商品拢以冷藏还是冷冻的方式再送，那部分小型的包装，因为无为通写，无达到法规要求的字迹大小，因会系列也强调所有产品拢已经通过食品检验，安全无问题。 是我们的包材的商品资讯没有做及时的更新，然后部分的商品的标签的字迹啊，因为我们的标签我们的包装啊，它其实比较小的关系，所以在把所有全展开的产品资讯放上去的情况下，确实会比较不符合就是目前那个官方这边的规范部分，我们还是会做就是后续的调整。 卫生局也呼吁相关的业者应该爱家己管理，加强内部稽查机制，也监督改善欠点，减少商品无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